而男方身份同樣惹火，原來係達利國際集團太子爺林之宇，正宗一名富二代，圈中早有名氣。多謝記者啦，幫我揾到佢咁多 information 出嚟，之後先知原來佢係達利咩有限公司個仔咁。但係公關火頭唔係咁易熄，兩人最終黯然分手。喺感情關係上 ，Coffee 認為自己要為事件負起所有責任。嗰晚之後喺同佢講對唔住啊，對唔住啊，對唔住啊，我唔知會有人跟我，都唔知會乜嘢，我累咗你啦，我點樣，因為sorry。至於 Coffee 本人，明星插水，形象重創，由港版瑤瑤變成廁所女神，輿論無情得令人窒息。我冇諗過咁嚴重，我冇諗過錄到咁多嘢，而且我喺廁所入邊，我冇同人哋發生性行為。就算佢選擇沉默，網絡都唔會俾佢喘氣，傳媒狂追猛打，大做文章，甚至騷擾 Coffee 嘅家人。我點解要搞到我媽咪喊呢？點解呢？點解你哋要咁樣逼佢呢？我自己抵死嘅，我自己應該要承受嘅嘢係我有責任，而佢哋冇責任去承受呢樣嘢。TVB 炒魷嗰一刻 ，Coffee 終於明白到自己已經唔再屬於娛樂圈。的話，他應該馬上回來公司向我們解釋，但是他連電話都沒有一個。好嚴重啊！考慮終止，會的。當年辛苦換嚟嘅一紙通知書，冇預告、冇交代、冇餘地，曾經日日通宵拍劇，搏命維持曝光率，到頭來只係被靜靜咁踢出局。自由身啊！而家係啦，有冇自由身啊？我就算你啊，要離開舊公司，跟住之後出嚟嘅時候，完全唔知道下一步去邊，我亦都唔知道做啲乜嘢。